姐妹平安。平安！哇，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就是在这个风雨之中，我们仍然定义要来领受这个赐福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好吗？我们为我们能够平安来到这里，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为还在路上的人呢，我们的愿我们今天是快乐的日哦，真是快乐。真是快乐日来，真是快乐日，我称颂主在每一天。真是快乐日，我在为我主。真是快乐日，万事将更为美好，天天依靠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快乐日吗？阿们。如果我们定义今天是快乐日，我们就会应验，相信吗？因为我们怎么相信，就要怎么应验哦。虽然这一首歌我们不是感觉唱的不是那么熟，但是多唱几次，我们是不是就熟了？快乐也一样，我们可能不习惯快乐，我们习惯已经被很多事情给压迫了，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这个快乐是要练习的哦，好不好？我们再来一次，来，真是快乐日，来，称颂主在每一天，可以打节拍哦。真是快乐日，我在为我主。对，来，真是快乐日，万事将更为美好，天天依靠我主灵许来生活。耶，好，来，我们从节奏开始，预备，来，真是快乐日，对，来，我称颂主在每一天，每一天哦。真是快乐日，我在为我主。真是快乐日，真是快乐日，万事将更为美好，天天依靠我主灵许来生活。再来快乐，再来，真是快乐日，我称颂主在每一天。真是快乐日，我在为我主。真是快乐日，万事将更为美好，天天依靠我主灵许来生活。哎，感谢主，我们要称赞我们的主，每一天我们就会是真是快乐日。活着为主，我们每一天也会是什么？真是快乐日，万事都将更为美好。怎么样？真是快乐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多唱2次就好。今天这个旋律，音乐牧师保证你会一直洗你的脑哦，然后快乐也会一直洗你的脑，快乐就会一直应验哦。再唱2次哦，1、2，来。最后一次喽
的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首歌很难唱在哪？这么短，是因为很高是吗？我刚听到有牧师马上降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真的是高过我们的能力，是高过我们所能掌握，以至于有很多的不确定，让我们快乐不起来。但我们真的是可以像那个坐在楼上的这个春梅姐，她一边走到位置上，她还可以一边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即使唱不出来，因为有人真的很高，但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肢体呀，我们的肢体是最好的节奏。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节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的节奏，怎么样的来快乐，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来，请。上主掌权，大地要欣喜，所有的岛屿呀，欢乐吧！密云雾暗在他的周围，正义公道是他国度的根基。阿们。即便风雨，但我们的根基就是这一位主已经掌权。即便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控制，但他掌权定义要赐福于我们，这是他的心意，好不好？我们要每一天的宣告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当然就能够快乐，不止快乐。因为牧师常讲，快乐是快快不乐，我们却能够在那个即便很困难中，我们仍然能够度过，有个确信，一定会过的啦。所以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他是个怎么样的上帝？来，请。诸天宣扬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夸耀邪情的人都要蒙羞，万神都要匍匐在上主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吧，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而且我们要认罪。有太多我们真的是不服神的心意的，那么我们赶快归回那个蒙福赐福的位置哦，我们才接得到那个福气哦。来，我们开口来赞美，跟我们认罪，开口吧！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风雨当中，主啊，仍然有你的快乐喜乐要赐给我们，主啊，因为你已经掌管万有，主啊，这地的根基，主啊，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是你的公义，就是你的信实，主啊，就是你的爱。主啊，就是你的全能，主啊，你是全知全在，主啊，你也是一个全能的主啊，是掌管万有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定义要赐福你的儿女们，主啊，你定义要我们就是在一个礼拜的开始，一个礼拜开始的早晨，我们定义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错，主啊，赦免我们不合神你心意，我们想走自己的路。主，或许我们不是自愿，主，或许我们是不知道怎么了，但主，求神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错了，而且我们愿意认错，愿意悔改归向你。主，谢谢你总是用你的光来照我们，因为主你就是光，光来了黑暗就不在。谢谢你总是让你的儿女们再一次重新的机会，就像一个礼拜就是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从主日开始。主，我们谢谢你，你的众儿女们不管在哪里，线上或者是在现场，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地方，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这个时间，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愿我们今天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身体身心灵我们需要神来医治。我们的根据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面。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周游各市镇乡村，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亲爱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他自己应允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人，我们要做的比他那时候更大的事，因为圣灵他已经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要释放我们所有的重担。你看到的身心灵、婚姻、感情、事业、工作、学业、人际关系，他都要管，而且管定了。如果你不愿意让他管，那就没办法；但如果你愿意让他管，就让他来掌权。
他必要来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请你站立，或者是把你的手可以按在你的心上，或你需要神来医治你的地方，我们就大胆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求。好，来，我们的同工有人站起来咯，如果有需要，请站起来，我们同工来帮忙。楼上有，来，我们开口来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来领受神的医治，神的释放。开口吧，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的，主啊，你自己在这世上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主啊，如今我们也要做，因为主啊，你自己的话语说是又活又真。主啊，你的话语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主仍然要应验。主，我们谢谢你，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你。主啊，我们愿意说，主啊，愿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愿我们以主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主啊，不管我们在所思所想所做的任何的决定，主啊，你就来引领带领我们。我们愿主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请坐。我们接下来为主日来守望，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他们开始建立圣殿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上礼服，站在个人的位置，手拿着号筒。利未人亚萨的子孙拿着摇拔站在那里。他们按照大卫王时代传下来的规矩赞美上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从所罗门王盖了第一圣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敬拜就是这样的方式，祭司穿着礼服，站在个人的位置，还有那个吹号筒的，还有那个摇拔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的礼拜，我们不是随意的，我们的这个是按照过去，然后现在的意义是什么？以致我们有一群敬拜的同工在我们的当中，这个都是神一步一步启示，让我们的心可以开，让我们全人可以陷在主面前，按照规矩来赞美神。今天已经来到以斯拉，也就第一圣殿，其实所罗门王圣殿已经被毁，第二圣殿要盖的时候，他们也定义要按照这样子。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圣殿，因为新约有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样子。怎样呢？今天的礼拜我们其实就是按照这样子的这个意义我们来进行的哦。怎么唱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经文，请。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主，说上主至善，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因为圣殿奠基的基石已经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个人、教会、教育的事工，以及今天是志工大队的会议领袖小组的都能够顺利，求主来掌权，为宣教基金。我们江南教会有一个特别有一群人，他们捐献奉献一个基金，要透过这个基金来帮助弱小的教会，也引领人在每一个事工上都能够传递福音也我们不是只有那几个人，我们也可以有份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为今天的礼拜以及我们刚刚所提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1、2、3，来，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分别为圣，因为主你是这位设立主日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呢？主，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有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个使命，大使命是你交付给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要去，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万人都成为你的门徒。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焦于你。主啊，我们从我们的灵命更新开始，主啊，我们从我们弟兄姐妹重新合一开始，我们愿意有从神你那里来的传福音的热忱，我们也愿意有主你那里来对我们的训练。主啊，让我们在重新合一服事当中，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教会的使命在这社区当中。主啊，我们要成为那个灯塔，这世代是黑暗的，主需要一盏光，需要一个灯塔。主，
你的教会就是社区的灯塔。主啊，求神你来带领，谢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弟兄姐妹平安，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今天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在各位的身上。阿们。虽然雨下很大，我们人不多，但让我们充满喜悦的赞美，充满整个教会。哈利路亚。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酒，使无边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神之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你神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酒，使无边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神之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再一次副歌，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恳切祷告，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拍掌，将一切荣耀归我们的上主，因为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真是你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是我的梦枕，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也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当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从头来。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真是你必领我度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梦枕，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当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弟兄姐妹，请坐。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要时来称颂你的名。弟兄姐妹，神就是我们的盾牌，就是我们的荣耀，比我们所思所想所行，也能够配得上主的荣耀与圣名。话，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承受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
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再次宣告，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你的真理不改变，你的慈爱不改变，你的信实不改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还有机会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期待你的同在；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期待你的真理向我们来显明；每一次的敬拜，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借着你的同在，让我们经历到那使无变有，那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每一次的敬拜，主啊，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与我们一起，与我们走在一起，甚至我们休息、我们躺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与我们一起。谢谢主，让我们的敬拜是被神纪念跟悦纳，让我们在话语当中也看见神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我们的困境，让我们突破我们的限制，因为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能的。谢谢耶稣，今天早晨我们邀请你在这当中来掌权，带领我们的圣灵啊，求你让我们心有谦卑受教，来领受你的真理，好叫你的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虽然外面有一些的风雨但是神总是在风雨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果没有新来的吗？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有没有介绍过？2位小朋友，我们来欢迎他们。好 ，OK， 小朋友要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不容易啊那感谢上帝赐福让这个小朋友，因为耶稣提醒我们说要像小孩子单纯来到他的面前好，我们要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好，今天是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主日请兄姐为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事工关心代祷。那我们透过协会，就是成为教会跟社区的窗口透过这样吸引很多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愿上帝来赐福这样的事工。今日也是总会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这是在我们总会所定的教育的事工奉献主日。我们为了要庆祝本会的57周年暨新堂装修落成我们特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昨天已经有办那个运动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惜没有参加昨天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相关的活动是在我们的第6页，如果你错过了其他后面的千万不要错过。那在第6页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6我们有花艺展的开幕礼拜花艺展所以在10月22号到25号这当中，在我们的49号1楼会有这样的一个花艺展。那我们在10月30号10月30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礼拜所以9点开始，我们在我们49号的外面1楼的走廊就有一个鼓舞的表演跟剪彩，完之后我们会陆续到我们的33号新堂来就座。那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开门祈要的仪式。在这当中我们请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过去礼拜会比较慢一点以为都有位置坐。那这一次你可以就是提早然后入座，那边坐满了这个是第2的现场那请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那我们大概9点半陆续就会开始了那请我们大家就是为这个事工来祷告。所以在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我也看见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不管是献金、献功或者献你的祷告。那楼下有一个就是57周年的打卡墙摇，或者是你可以下面有人说一定要奉献才可以签那个，不一定你要献你的心，然后一起参与，一起来同工那下面有一个圆形的泡泡的贴纸，你可以签名，然后贴在不要贴在字贴在其他的这个空白的地方，表示你愿意参与。那另外我们在周报有夹的这个如果我们愿意参与在奉献就好像这些留在留在巴比伦的或者是这些同胞，他们愿意为他们重建献殿这圣殿来奉献他们就献金献银这样我们也可以参与。那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限量的纪念品来赠送给我们有参与在这些现金的奉献请我们自己看，按着你自己的感动跟能力来奉献。我们12月2号我们临时会合会已经顺利来选出长老5名，执事7名。那当选的名单如下
我们有简忠义晋称省略，简忠义、张富春、林顺正、陈丰盛、贾伟克。有4位是4年任，1位3年任。那我们的执事有选出了7名那一样我们詹维轩、吴素鸾、黄美英、许淑维、徐田恩、陈玉新、黄君毅。那前面6位是4年任，最后1位是3年任。好，那我们此次的当选长职预定在12月4号主日当中来就任。如果对选举有异议的，请在10月23号前向小会来提出。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洗礼在11月6号那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些慕道的朋友，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机会。那10月23号要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在这之前向牧师及行政干事来报名。那10月30号只有1场礼拜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时间记得。好，那在上午8点开始，我们如果有登记的有准备这个纪念的 T 恤免费，就是你有登记的，那你来领取，然后换这个衣服。我们先有这样的设计，然后搭上这一次的这个国庆的热潮你们到时候就会知道那这个刚才已经有报告过了，还有花艺展请我们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参加。我们2022年的第2期生日助学金受奖名单已经公布在第7页及公布栏。那我们将以在今天的第2场主日礼拜颁发请受奖人来出席来领奖。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以斯拉记5章2节再一次。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以斯拉记5章2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那是感恩，感恩，感恩。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风雨当中能够平安来到圣殿赞美你。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帮助我们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荣耀你，一生跟随你。这时候我们全然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来回应主你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请坐。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今天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活着，能够平安的从我们的家来到神的圣殿。外面的风雨非常的大，我相信大家刚才来没有淋到一滴雨的，有吗？只有线上的朋友。线上的朋友，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5章1到2节，今天的经文就这2节，确实很关键。怎么样关键呢？我们等一下读就知道。但音乐牧师要用简单开始计时3分钟，我要前情来摘要一下。以色列国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建立了第一个王国。我们要从扫罗，然后大卫王国建立是神合神心意的。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家记得吗？那智慧的国王，有一个妇人，2个妇人带着一个孩子来，记得吗？我们的国文课本里面有讲，2个都说这是我的孩子。昨天晚上我们一起睡，但其中一个被闷死了。那这个孩子是谁的？这个很有智慧的国王就叫做所罗门王，他就说：“好吧，拿刀一人切一半，很公平。”于是有一个妇人说：“不用了，他的。”以至于这个有智慧的国王说：“怎样？哇，我已经知道这孩子是谁的，因为如果自己的妈妈才会心痛嘛。切一半那是什么？又不是西瓜。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正义？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神也要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标准？那个标准就叫做公义。以至于这个所罗门王，他非常的得神的喜悦，也应允他建的第一个圣殿。但他死之后呢，一个国变成2个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他们都行耶和华所看不喜悦的事情，尤其是北国，所以他们很早就被那时候国际的最大的国家、最强的那个国家叫亚述，他们把北国灭亡之后，而这亚述国，他们对被灭亡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是把所有被灭亡的这些上帝的子民都给他打散，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以至于有很多被打散掉的，他们就跟其他的民族通婚。当然还有少部分人，他们就住在哪里？撒玛利亚。我们记得撒玛利亚有这个名字要记得哦。好。然后呢，南国他们是比较少行耶和华所看为正恶的事，但最终他们还是出了题，还是跌了一大跤。爱他们的神用下一个王，也就巴比伦，就是我们的巴比伦已经很强了，但很妙的有一个后起之秀，很快的20年而已，很快打遍大小通吃，也把巴比伦给吃下来。这个国叫做波斯，因着他很短的时刻，他崛起之后，他很聪明，他把每一个民族的神都尊为至高通通拜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台湾也有这种教五教合一，叫什么？有，懂，很懂。所以在一贯道的耶稣跟在我们这里讲的耶稣可是很不一样。在那时候怀柔政策也是因着这样，然后把这些灭掉南国的这些人全部带到
当时候的这个巴比伦之后的波斯，就接着这些被带走的巴比伦，他们几次被带走？1次、2次、3次被带走之后，先知就说：“你们安心呐，神是管教你们，他的管教不会从此放弃你们。没啦，总是会有给你们一个期限，管教有期限，对不对？爸爸妈妈说不能吃糖，会不会说永远、永远、永远？不会的。妈妈说好，1天。被禁足也是什么？可能1个礼拜。神也是透过先知耶利米说70年啦，70年被带走到当时候巴比伦，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哪里？波斯帝国的时候，波斯王用怀柔政策说：好了，你们都回去建你们的圣殿，然后呢，又叫你们的圣殿盖美一点哦，然后要请你们的神来祝福我。这是波斯王的想法，他怎么会这么想？跟那时候的世界的帝国都不一样，就是他的心是这一位神让他这样想，而这位神早就在70年前这件事情就已经说了，而如今是已经应验了。好，那么就让他们回去咯。前几个礼拜有牧师一直在说已经归回圣殿，上个礼拜甚至已经回去了。他们第一件事情优先顺序，他们是在那边建什么主祭坛。我赶快先感谢赞美主，我认罪，我跟神有合宜的关系，我才跟人有合宜的关系，然后我才来建圣殿。而建圣殿他们只看到那个根基，那个根基是当时候第一圣殿的根基，只是上面的全部都被毁了，被以前的巴比伦所放火都烧了。看到那个根基要被奠，他们就痛哭流涕，甚至有的很高兴的大声喊叫，有哭的，有喊叫的，真的分不出是什么声音，但很大声，很大声。当然有2种，一种人家很敬畏，哇，你们的神好厉害；另外一种就是怎样，仇敌，哇，要兴起了，那么我就要想办法。今天经文就是来到这些仇敌，因着看到神的子民要回来重新建立这个国，他们想尽所有的办法，让要回来建圣殿的这一群人手软了，以至于他们就没有盖，没有继续盖。这不是为了要回去盖圣殿了吗？为什么没有回去盖圣殿了呢？理由很多啦，亲爱弟兄姐妹，跟我们想要改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每次立志决定，然后都没有改，意思一样的。我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不想做的事，理由千百种。今天的经文就来到，他们看到这个圣殿根本没有盖起来，而且从那边过去的人都会看到，这个根本就是烂尾楼。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圣殿是烂尾楼，几年？1年、2年、3年、4年、5年，再乘以3好吗？这样几年？数学几年？15、16年，你不敢想，不敢讲，对不对？我们的家都不会延迟到15、16年，烂尾楼盖一半。有啦，你去中国大陆去看，现在很多。什么原因盖不起来原因太多，今天就来讲原因是什么。而以斯拉记只有用2节来讲。可是这一切的一切，这位上帝非常奇妙哦。这一切的一切里面的内涵，什么原因？后来怎么又起来的？到底这2个先知哈该跟这个撒迦利亚说了什么，以至于让他们醒悟过来，然后说好。不是只有醒过来而已。如果早上你闹钟叫你，爸爸妈妈叫你，你的亲爱的叫你，然后你醒来，然后还在躺在床上，一个下午滑手机就过去，那没有用。醒过来，而且就起来，走去重建圣殿。几天？我先讲答案。23天就醒来，然后就去重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一篇讲到？哪一句话让你可以听了之后，哇，觉醒，然后预备好就去做？今天这2节经文就在讲，他们讲了什么信息，让他们醒来，然后就起来，然后就重新盖圣殿。
圣殿在几年？没有几年就盖起来，第二圣殿。今天经文就落在这里，这样可以了吗？了解了哈，所以这2节经文你们就会有意义啦哈。好，我们一起哦，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预备好，请。那时有2个先知，哈该和益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住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讲信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西亚，听到他们的信息，就开始重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2个先知帮助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2句话其实包含着神所拣选重回圣殿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其实他们是被骂。最近你有被骂过吗？或你感觉被骂吗？如果不是神允许，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反省的心，那么这个被骂我们就糟蹋了，浪费一次被骂的机会，被骂然后叫我们醒来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慈爱的主，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不只是永远爱我们，你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爱里面包含着主你的管教。主啊，不只是安慰劝勉，主啊，你也造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哈该，我们特别要从你的儿子哈该书哈该来学习。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那个沉睡的灵被你叫醒，而且我们起来一起跟主你来走。谢谢你，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不管在哪里，主啊，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双十国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家所说的是什么？橘色恶魔，对吗？很多人说我不敢讲恶魔，为什么？其实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恶魔？因为他们去任何的比赛，敌手看到他们来都说怎样啊？这个第1名他们的啦，这简直像恶魔一样哈！所以可见他们多厉害。而这样的团队引起很多人的赞许，当然也有很多我们的国人怎样批评啊？跟什么把它批在一起？一样女生的，我们的什么穿绿色的啊，小绿，哇，这个小绿就被怎样？这被 diss 哈，他们说无理的指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国外的人，那干嘛在我们的国庆日啊？那我们国庆本来就应该要给我们自己的青少年，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荣耀要归给他们，怎么会请个日本的来，然后被我们比下去呢？对，一件好事。如果我们不同心啊，很多嘴啊，10个人可以有12个声音，是吧？真的是恶魔。如果我们的心容许这些，我们就坏了一件好事。幸好，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有一个女孩，她是没有下肢的，圈起来的那个女孩。他的下肢其实是义肢，后来装上去的。他仍然能够跟这个团队一样，很有怎样，跟我们的青年那个一样哦。橘色的口罩上面写着什么 ？Passion 就是热忱。他们做任何事情有热忱，而 passion， 那为何这上面黑像培训，还有这啥培训？我们要有热忱，又要被培训。这些团队不是一开始来就什么会，他们是被什么的培训？他们是社团而已，他们不是专业的，他们只是上课之后，然后留一点时间被培训，以至于他们可以很专业。他们的真的是连动作还可以一边跳一边吹，还有那个队形还一边的走动，很一致，很让人感动，是吧？这个。除了有热情，一定要热情的，然后还要有什么培训？
所以我们的青年这个取的名字非常好 ，passion 要有热情，但你也要培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热情，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躺在那边，然后事情神迹奇事就发生。不，我们除了对神有 passion， 我们也要被神所培训，即便我们不是完全，即便我们这个脚是被装上去的，不是原来上帝所赐给的脚，不是那个天生的，而是后天的。神没有看清，只要有培训，有 passion 又有培训，一样可以很精彩。而今天我们来到了圣殿，是要重建。有多少人会说第一圣殿多么的好？所以有些老人就开始哭，因为第二圣殿有可能这么好吗？再装上去的脚有可能这么好吗？再装上去的可能是你的心脏或你的肾，是别人的，不是天生，是人工的，甚至有人是人工的肛门，人能够作用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你对神有信心，就是能被神培训，就是能。第二圣殿重新再盖，不是原来的，跟神的荣耀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想到第一圣殿为什么被毁，神的殿可以被毁吗？我们的神是很伟大的，为了爱的缘故，他不会只顾惜他的殿。如果我们得罪神，神仍然说，我不是小到只住在这个殿里，我是非常大伟大的，我为了管教你们的缘故，圣殿都可以被毁，我爱的子民都可以被抓走，如被寄居人家的国家巴比伦之下，后来又变成波斯之下，那么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要想错哦。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以为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服侍什么都有，但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在家里，在最黑暗的时候，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完全不是神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仍然会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身体，如果说到新约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仍然是可以让你的殿被毁的。你的心，你的人，你所有一切是会被抓到。那强者，甚至不是信主的人，强势之下，神不是放弃你，神是爱你，是管教你有时间的70年。但你或许说我没有到7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比喻。神给每一个人管教的时间是不一样，但我们真的不要糟蹋了神的管教，因为我们这片土地，这是我们双十国际的主题，守土卫国，你我同行。而光一个橘色的奇迹就可以大家不同心，就骂到网络上骂到，那我们怎么同行，怎么守土卫国呢？这一群上帝的子民重建圣殿手软啊，不只是外在的敌人攻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他的内在，内在的因素也让他们自己手软，自己停工。但是停工的时候，这些子民在做什么呢？这位神知道吗？知道，因为他是与人同在的上帝。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与他同行啊，那也是枉然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位，我们是不是与主同行的人，或者是我们嘴巴与主同行，但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脚，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脚背离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一群已经立志要赶快来盖好圣殿，重新盖好圣殿的人，他们回去已经欢欣鼓舞，痛哭欢呼，决定了，我们已经奉主的名，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重新开始，重新盖起来，过去的错就让它错，重新在那个根基上，我们要被建立起来。阿们。但1年、2年、3年过去以后，大家一起
起来一起走心呐！心都走了，没有心永远都盖不起来。3年5年都没有办法。今天经文已经来到了停工15年啊，15、16年。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学习那个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来到了他们要重新盖圣殿的时候。重新盖圣殿的时候，明明到他们回去以后，古列元年隔1年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为什么没有办法盖呢？原因就在于耶利米说管教的时间几年呐？70年，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第一批被掳走的，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走的，我们看看那个年份，到他被归回，好像是可以算是70年。可是如果你是第2批、第3批被掳走的人，第3批是主前几年？看一下比较大的字，5、8、6，到归回多少？5、3、6，请问这样几年？啊？数学，计算机可以拿起来算，没问题。多少年？50啊！当时候的人就会说，还没到啦，人讲70年。耶利米书说，耶利米先知说70年，现在50年而已，时候还没到啦。讲的有没有道理？猛点头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我们的同工跟我们这样讲，时刻还没到，你嘛看看圣经，你嘛行好，圣经怎么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内乱的声音就来了。到底几年？从哪里算起？有这么重要吗？当时候的人就是很重要，觉得有一些人有这个声音。我们盖了新堂以后，大家欢欣鼓舞。请问有没有人对新堂有很多的意见的？都已经盖好了，有吗？是时候吗？对，我们意见很多，我们怎么能够同心？我们只会一起走心。圣殿都会发生这个事，在此时此刻，我们迦南教会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会。尤其我们现在这么自由，我们想说什么就是可以说什么，我们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不是吗？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变成那恶者。我们的重建，迦南教会要重建。我们既然57年，我们要在原来的根基上面，我们要建立起我们的教会，不是你看到这个教堂，而是我们被呼召的这一群。我们到底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做什么？在这个阶段很短哦，有的人甚至可能不到70年的岁数哦。但我们的神要用我们。如果我们原来教会的主题，我们每一年神给我们透过主任牧师给我们的意向，我们有没有停工？有的人或许会觉得我心很沮丧，跟这个重建的时候一样，怎么会一停了15、16年呐？你家如果停工，人做刚做到一半，你会让他容许他15、16年，然后烂尾楼在那边吗？于是这位神兴起了2个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而今天我们专注在哈该他所说的，所以今天的只有这2节，却都记载在哈该书。请问哈该书有几章？只有2章。这2章就说明今天经文的所有的，以至于他们怎么从6月1号兴起来，他也不是只有躺在床上，在他原来的地方讲一讲，然后就走了。没有，今天的经文说他起来帮助，起来一起走，起来传扬什么讯息？回答怎样的人的话？这人民说什么？只是我们一起来读，请。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这句话留在现在讲就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线上或现场，这句话留在这里讲就好了。对于我们33号，我们楼下，我们2楼，我们更新这句话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哎呀，这个我们是西奥啦，是时候。因为我们如果相信，我们誓约主任牧师，他来到这里，明年第7年。我们当时候怎么誓约，我们就怎么样相信，因为我们主任牧师是要对上帝负责任的。
我们现在讲的话讲这不是这个时候，那我们是要自己受苦的哦，好不好？这个话就现在停下来。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来看，为什么不是时候啊？除了刚才讲的70年，每个人算法不一样。第二个，他们觉得这个时候是干旱饥荒啊，他们心都硬了，就像那个土印一样。那他们停工的这几年，种什么怎样没办法收，因为没有水啊。饥荒都穷到这样，还盖圣殿。当时候呢，皇帝给我们的只是金银，要拿到圣殿里面，我们有好多的还需要筹很多的所谓的钱或物资，我们还需要，那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弄假没罢，我们怎么可能再去盖圣殿？这其中的原因之二啦。刚一时间之二，他们觉得这个时候是景气不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过最近说现在是什么事？股市是什么？大崩盘啊，是熊市来了。哎呀，这个绝对不是花大钱的时候，绝对不是宣教花大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听你的，听我们的神。因为神透过先知说怎样？对啊，你们说干旱饥荒，但你们有没有看看你们家的屋顶啊？那人住的房子不应该有屋顶吗？不，神的意思是说，屋顶之外，像我们教会够天棚，你都可以住到用天棚，不是像我们楼下是裸的，你都可以家里又弄得很漂亮。然后你说神的圣殿没有钱，心刚硬，也不愿意去帮助那些因为天灾而没有土产的人，是贫穷的，心硬。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遇到这一些，是因为什么？神命定。你赚取的，你更多的努力，你却是怎样？空。因为你装下去的口袋是破的，破漏的囊袋，你如何能够积聚？这句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谨慎来读好吗？请。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检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努力没有用，不但没有用，你原来积存的都会亏空。现在你如果有投资，去年前年投资股市，就能够明白这一切。你赚10次，但那一次最近的亏空，你那赚了10次不够，还贴上你的老本，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我们走心的，神给我们重新的机会，我们起来一起走心。我们愿意顺服神吗？起来一起走，去传主的信息。这一批人啊，困15-16年啊，睡15、16年啊，神就兴起要去讲这个话，去指责人的。可是不容易呀。但哈该跟撒迦利亚先知愿意起来，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不是讲而已，他们还去帮助。今天经文讲，他们还去帮助，不是讲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他们是在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1，然后什么时候他们就起来重新盖圣殿，然后就很快就盖起来。几月几日？6月24。所以总共几天？23天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情况，不管我们过去多少岁月里面，我们总是想要更新自己，想要把自己改变，几年、15、16年，可能更久。但神说，只要你愿意，我与你同在，你就能够重新开始。23天就能开始。这是一篇怎么样的信息讲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可以一起起来。
我们一起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就要实际有这样子的行动力。他们不是重新起来哦，感谢我们回转啊，我们认罪，好就这样子，然后圣殿就呼呼呼盖起来。其实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啊。那牧师你在讲啥？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所说的语言是神迹奇事图像式的。他说将来圣殿被盖起来是怎样？显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哈，真的要看到它的精义。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的字句，是叫人怎样死的，他们就死在这里几年，字面上几年，他们的看环境，还有字面以西结说，神的圣殿是马上显出来的，嘣！所以我们不要去重盖，我们不要破坏神的大能，神马上要崩的，崩崩崩！等了15、16年，错误解释神的声音的意思，我们就惨了。幸好神在兴起哈该，其实哈该这个先知做先知很短，只为了这个时刻。2章讲完就没有他的声音了。他不以他自己是什么来路都没有，但他很重要的，他记什么年日，什么年日，他记得很清楚，以致我们今天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很知道哇，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千万不要被那些迷失，好吗？神要恢复你，可能他用他很快的方式，但你还是要被培训，然后去做，一起起来，一起走去做，去传扬福音，去恢复重建，不是做梦祷告就崩。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次序，一起走，我们一起来调整我们的次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句，请。除非主命令，没有人能成立什么是祸是福，都出于至高者的命令。人因罪而受罚，怎肯来你？那我们该检讨自己的行为，归回上主。今天是我们再次延续上个礼拜游牧师说，我们先设立优先次序。不是群体优先次序，我们更是我们内心内在，我们要重建我们这个人里面优先次序，我们才能够真正解读圣经的真意，而且让我们有动力起来。我们的家庭所建立的祭坛，我们也一样哦。我们已经说了，在家里要建立祭坛多少年，就是这个时刻，好吗？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该停下来就停下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该启动的，我们就要启动。这一篇讲到关键在哪里？其实就在于主透过哈该说了这6个字，我们一起来读这6个字，黄色的字，请。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我是主，所以我们来换成主好吗？请。主与我们同在，再次来，主与我们同在。哈该书里面很重要，只有一句，主兴起只说主说我与你们同在，他们就醒悟过来，而且起来一起走去，重新调整次序，然后建立圣殿，然后当然我们就知道第2圣殿就盖起来了。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哪有什么不能的？我们就惧怕不在。主与我们同行，我们愿意与主同行，即便在黑暗中。这个时代，人说这个时代是最黑暗的时刻，但也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不是吗？黑暗中，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位全能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不是要害我们，主爱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心就安，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借口，特别是从圣经来的借口。我随便抓一句，这就是我的借口，这就是我的理由，因为你不会说这是借口，你就说我的理由正当，好不好？我们不是按照字面。
好不好？我们用神恳求圣灵话当根基，我们认识神。神在57周年台湾在迦南教会，我们重新有新会堂，要的是要我们去社区传扬福音。我们从社区传扬福音，教会有一个窗口，刚刚有牧师有讲，就是今天是什么主日？哎，没有人知道。再次哦，今天是什么主日？协会。什么是协会？协助人到教会，可以吗？协会就是协助人会回转归向神。协会就是教会人谦卑下来。协会就是一个桥，一个平台。在这时代，协会做的事情，刚刚看到什么？有没有最大公约数？我们再看一次，这些时光很快就过。协会、教会透过协会协助人到教会，到教会悔改，教会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重新悔改的机会。协会要成为这世代福音的出口，我们要不要一起起来走去社区，走去人的心，走去把爱活出来，走去使人知道我们所传扬这一位。那么这一切就是撒种。我们撒种了之后，神要让我们好树成为好树，要长出那好果子。所以你不用担心，为什么我努力的都没有成果，我反而倒亏一把。我们的神爱你，爱我，因为他应允主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放着我们不管我们，但主管我们管定了，我们就要小心，赶快归回到神。神与我们同行，我们都行吗？也要我们愿意哦。我们如果不与主同行啊，我们是会被管教，因为他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主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赶快调整我们的脚步。我们都像那个橘色的恶魔一样啊！哈，我们敌人看到我们这一群基督的精兵，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队形是一致的。即便有那个意志，像应验牧师领有残障手册的都没有问题，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愿不愿意同行，还是我们很多的理由时候不到？圣经说这样子，圣经说那样，我们不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与主来同行，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尤其在今年，因为牧师要说，今年、明年，我们经济全世界都在变化中，但主要引领我们一起走哦。有没有什么是你要神引领你的？这个时候，在唱歌当中，就交给神，一起来走。危难一定会临到的。向我靠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来，我们的脚步不一致，我们再一次来，有人指挥，有人唱，来，未来我信靠你，正是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让你丰盛应许在你，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你是我们全能的真神。主，我们的未来在你的手中，即便有风有雨有艰难，但主，你今天告诉我们的6个字，就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惧怕就不在。主，我们面对任何的境况，我们能够安然自在。我们对准于神说，主啊，你知道我们，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是我们远离了你，我们疏离了你。主，我们将我们今天最重的重担交在你手中，愿我们的生命以你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我们愿意说，主，你与我们同行，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我们的脚步或许就像我们的歌声，我们可能还不是那么一致，但我们有热情，我们有 passion。 主啊，你就透过你的教会，主啊，你又透过你每一天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被你培训，主，我们被你来使我们的心能够重新合一，对准于你，以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你今天透过哈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使我们的心被你扎。主啊，我们的心或许也被你捶，但主，你是为我们好，因为你已经看见我们前面那个大窟窿，甚至你已经看见我们早就在那个深渊里，不管是在婚姻、在家庭、亲子、财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已经在那个罪恶的深渊。主，你要摇醒我们，就像你摇醒当时候重建的这一批主你的选民停留了15、16年，那烂尾楼主只要23天，主啊，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起来一起走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不孤单，有主以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行。主啊，真的再多的困难我们都行，因为我们心在主你的旨意里。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你们所亲爱的家人，你关心的对象，
因为主说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用耶稣基督的爱永远不改变，成为我们身心灵完全的健康，也来支持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与自己和好，成为我们的引导。在这世代纷乱世代，我们更需要主你引导我们走那对的路，走你要我们走的路。那路即便再窄再困难，主你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去，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提醒，成为我们的力量，支撑着我们，总是在那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成为我们要回去的引导哦。拿起我们的手来，我要紧紧跟随你的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上帝祝福大家，奇妙事必定成就。阿们，请坐。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上帝引领我们大家平安。